呢一節我哋講下另一隻都有份染藍嘅極兔速遞啊，咁佢早段咧最多升到成9%，然後依家咧都升成6%嘅，做緊9個2毫3。咁我哋又講下呢隻極兔速遞啦，因為舊年咧差唔多時間咧就係中通快遞咧都染藍嘅，咁以為嘅指數90零隻入面入咗一隻物流股都夠㗎啦，但係竟然再揀多一隻入去咧，咁就其實係咪即係咁睇重呢一個物流行業咧？點解即係會越擺越多落去，但係又唔係話揀順豐咁樣嘅咧？係啦，嗱，其實你若果你話咁樣挑選落去啦，因為當然順豐啦，咁內地好大嘅，咁但係如果你話計我哋即係本港上市呢一邊啦，因為即係 AH 就大家有唔同嗰個即係比重，咁所以講緊H 股嘅順豐，咁啊其實就大概70零億市值。咁其實你因為始終唔係即係我哋計算就即係唔單即係冇計 A 股嗰邊啦，咁所以變咗你話計個市值就唔係好大。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咁樣掹落去啦，咁其實就隻極兔啦。而家嚟講即係佢我哋呢 H 股呢邊上市啦，咁講緊820幾億市值。咁所以變相就我諗係呢一樣個市值比啦。咁啊所以就令到極兔啦就比其他跑贏咗，咁啊入埋入去呢個恒指。咁但係恒指點解要加埋入去咧？咁即係今日嚟講，即係大家報道都會講啦。比較上即係叫估唔到入到嚟嘅。咁我諗就大家都估唔到呢一隻㗎啦。咁啊，但係既然都入咗啦，咁啊睇下裏邊有冇啲更加即係新嘅亮點俾到大家啦。因為始終叫快遞既然入得一隻嘅話，咁其實你就算濠賭股都有2隻啊。咁所以變相你話即係有1至2隻，我覺得就都係一個即係整體可能令到成個組合咧更加之平衡嘅。係咁，同埋佢爆冷嘅，大家望下佢啦，發覺佢基本因素係咪都唔錯咧？原來個增長都勁嘅喎，收入就增長1成8啦，然後純利就增加9成7啦。呢個舊年嘅業績嚟嘅，佢個即係關鍵點解業績咁勁咧？就因為唔係靠晒中國業務啊，內地咧只係佔佢舊年收入嘅5成半嘅啫，其餘咧就嚟自東南亞市場同埋新興市場嘅。咁所以佢係咪即係面對嗰個內卷競爭嘅影響就會細啲咧？若果喺個數嚟講睇咧，咁的而且確係。咁東南亞市場當然唔係新嘅佈局啦。咁其實就即係好耐之前已經係佈局喺呢個即係東南亞同呢個新市場。咁但係當然今次若果你話睇上年、去年全年嘅業績啦，咁的而且確呢個嘅營業額同呢個盈利方面嘅分佈啦，明顯就係即係東南亞就帶嚟一定嘅幫助。因為就算你話睇上年方面嘅業績啦，即係以美元計價啦，咁其實就內地方面其實營業額就已經係佔55%，但係講緊個盈利啦，4.47億美元。咁但係東南亞市場啦，其實係佔總營業額37%啫。咁但係個盈利啦有8億幾，即係比內地方面即係多接近1倍咁滯。咁所以變相就係嗰個地方嘅營業額低，但係個盈利啦反而係個貢獻更加之大。咁呢樣嘢我覺得就係即係拉升到就係去年方面嘅純利啦，同埋佢個毛利可以即係開始有個好嘅增長。咁但係當然若果你話睇成個毛利嘅表現啦，咁若果你話睇中通快遞啦，咁其實上年方面嘅毛利係有受壓嘅，輕微受壓啦。但係講緊個整體毛利其實都係偏高㗎，咁都有25%。咁相比起隻極兔啦，咁其實現時嗰個上年嘅毛利啦12%，咁其實隻中通快遞啦，咁依然都仲係叻過隻極兔嘅。咁如果計即係整體毛利率，咁但係計增長速度啦，咁我諗東南亞方面市場啦就會成為新嘅一個即係增長引擎嚟嘅。中通咧，佢今年第一季個純利只係增加得6% 啦。咁上個禮拜出咗呢個業績之後咧，其實咁慢嘅一個增速，個股價係捱沽過嘅，曾經咧就跌7%嘅，雖然收市跌3%啦。咁但係公佈完業績之後，佢同時都宣布咗個回購計劃嘅，就連續3日合共斥資嘅1億港元回購美國嘅預託證券嘅。但係對個股價嘅支持作用係咪都有限咧？始終如果增長唔高嘅話，咁佢個估值上就係貴嘅啦。其實就增長當然就若果計第一季啦，咁其實中通快遞可能令到市場方面有個預期中落差，咁但係喺個高位出個業績，即係個增長即係只係6.3%，咁我諗就大家都係唔收貨，咁所以先估。咁但係其實你見中通快遞基本上要做嘅嘢基本上都做齊啦，咁出完業績同預期中有落差，即刻有做回購，咁其實令到個股價其實穩定翻。你見到近期啦，咁雖然你話即
係曾經喺5月20號啦，亦都即係急隊過落去166嗰啲位置166蚊。咁但係近期回購啦，令到個價開始叫選定翻。咁你變相就係中通快遞可以就係叫因應翻市場方面預期中嘅變化，而即刻進行一啲叫部署上嘅一個策略嘅一個變化。咁我覺得中通快遞都算靈活嘅一間公司，因為始終佢講緊喺個高位嚟到出個業績喎。咁你出嚟稍有差池受壓，咁即係我哋見到港股好多股份都係啦。咁好多股份直係冇做呢個回購動作添。咁而中通快遞有做埋呢個回購，令到個股價轉定翻。我覺得變相中通快遞管理層個執行能力其實都相對嚟講算強嘅。